特價58蚊嘅水煮魚。養生豆腐9個9嘅，本來咧就15蚊，依家咧就9蚊特價。個芋頭好甜好鬆啊，真係芋頭好好食喎。把你去做一個超聲波的一個導的啊，其實它滲透力是很強。就是能把這些精華。大家好，我係青青，多謝收睇80後師奶生活嘅頻道。今日嚟到上水站坐59X 去蓮塘口岸。哇，都好多架59X 喎。你哋搭59X 係幾多錢？你哋2蚊啊？我9個9。59X 咧就喺上水站嘅小巴總站，喺地鐵站 A 出口一出嚟咧就見到啦。排隊嘅人龍咧真係非常之多啊！雖然人多啊，但秩序咧都做得相當唔錯啊。等咗大概10分鐘左右咧，我哋就可以上到車啦。我坐單位，咁可能有轉乘優惠啦，都係收咗我9個4啫。車程大概20分鐘左右啦，好快就嚟到蓮塘口岸啦。第一次坐嘅體驗都唔錯。我梗係肚餓啦，早餐都冇食嘅。早餐都冇食就上咗嚟啦。帶住長者咧去太遠咧真係唔方便啊！今日咧我就帶佢哋嚟到大劇院站食順德菜。呢間啊，試唔試啊？試下啦，入去啦。一坐低咧就見到呢個4選1嘅特價菜，58蚊嘅酸菜魚同埋養生豆腐9個9嘅，仲有個養生湯28蚊。又嗌個嚟涼瓜炒牛筋嘅，即係好啦，我哋而家嗌咗餸啦。我有個碌住同佢咩味？食粟骨魚，可惜我哋冇嗌啊，嗌咗個酸菜魚啊，貪佢嘅特價，應該試下。仲有呢個呢個七彩撈雞，加埋啲配菜撈埋一齊咁樣咯。呢個啊香茅焗脆鱔啊，風山水起撈魚生，198。佢有啲倫教糕，我哋嗌咗個大良炸牛奶，同埋嗌咗個雙皮奶。但係咧就冇嗌倫教糕，其實我都好想試下嗰個倫教糕。豆豉鯪魚蒸陳村粉，呢啲澱粉質嘅全部都中意食。環境就一眼睇晒，冇乜特別嘅。我哋都嗌咗一份例牌，例牌幾多錢啊？係就78蚊。例牌78蚊，一隻咧就179蚊。半隻嘅啫，我諗178。係喎，半隻咋？你真係聰明啊！你真係中過一隻喎。啱啊！我仲以為話179蚊一隻咪好抵咯，半隻咋？其實算唔算貴啊？唔算啦，常合理啦，價錢嗬。呢個就係碌螺啦，78蚊個碌螺，什麼？睇下賣相咧就還可以啦，快試下。呢個又有芋頭轉底喎，有芋頭啊，係喎，試下先，試下呢個招牌碌螺先，唔錯啊，都唔怕好鹹喎嗬。係嗰啲汁太甜，可能係啲芋頭先最好食咧，個芋頭好甜好鬆啊，真係芋頭好好食喎。又滑喎，好香芋頭味，特價58蚊嘅水煮魚。雙皮奶。花椒水煮魚，佢都幾多份量，冇乜魚味，但係好爽咯，好滑咯。哦，佢個酸菜都幾，佢嗰啲味都幾好食，唔錯，58蚊都好抵食咯。酸得嚟唔係幾酸，嗰啲酸菜係嘛？酸得嚟唔係好酸，又幾好食，又爽係嘛？甜唔甜啊？你覺得？清甜。你哋係咪最中意食呢個酸菜魚啊？應該送飯嘅呢個酸菜，同我哋香港嗰啲唔同嘅。哇！咁多人嘅，令立立嘅生炒糯米飯，真係嘅嗰啲糯米飯係生炒嘅，不分明啊！係啊，浸過一糯米先嘅。睇唔到啲油啊？睇唔到嘅，可以筆到嘅。有冇？油浸糯米飯啊！呢個叫做。唔知個涼瓜苦唔苦咧？佢個涼瓜唔怕苦嘅喎，啲牛肉咧就揦得好犀利咯。順德牛奶先，好似好燶咁樣啊！呢個炸得好似過咗火啊！嗰啲萬年油嘅炸一炸就唔色咁，好唔好食？幾好食喎！炸得好脆，出邊脆，入邊嫩咯。雙皮奶本來咧就15蚊，依家咧就9蚊特價。雙皮奶好普通咯，雙皮奶唯一嘅好處就唔係好甜，但係冇乜奶味，又唔係好滑。全條酸菜都俾你食晒，
咁先嚟芽菜都食咗。最中意就係食呢啲，我哋呢個又食晒噶。哇！竟然就係呢個肉啦，剩翻，竟然油浸糯米飯咧，剩翻一啖咯。油浸生炒糯米飯，食飽飽之後，你諗住去邊度啊？諗住翻屋企。即刻諗住翻屋企啦。咁你哋翻屋企，我自己要行下咯。行夠我就翻屋企咯。食飽飯就要翻去嘅，我都估到你哋係咁樣噶啦。咁你哋今晚仲食唔食飯啊？唔食啦，我日夠噶啦，咁咪一日咯。長者嘅生活就係咁悠閒同埋精彩嘅。200幾咋？係啊，咁啊抵個鴨小七啊！271蚊，抵唔抵啊？抵咯。雙皮奶2份咧就係18蚊嘅，炸牛奶咧個咧就係18蚊，生炒糯米飯咧就38蚊，涼瓜炒牛肉咧就49，順德碌鵝咧就79，水煮魚咧就58，茶位咧就9蚊，紙巾咧就2蚊。原來你有睇我啲片㗎，跟住我啲介紹去食㗎。咁啊呢一間咧，你呢間你覺得呢間好唔好食啊？過得過啦。覺得似啦。我哋個樣而家似唔似啊？而家冇咁似啦，係嘛？唔似啦，你變咗樣，我又肥，阿肥師奶。我都肥啊！我而家剪咗頭髮咧都好肥啊，好圓啊塊面依家。咁啊嚟呢度好方便咋，下次你哋識唔識嚟啊？大劇院站嘅 F 出口，上電梯上到嚟呢，就轉右手邊直行，就會見到萬象城喺呢一邊啦。之後呢，就喺隔離呢條街直行呢，就係嗰間餐廳啦。嗱，我哋沿路翻返去地鐵站咧，嗱萬象城呢度嘛，沿路就係呢個直行落去咧，就係地鐵站嚟㗎啦。好啦，我同你分手啦。拜拜。靚唔靚啊 Hello， 我而家今日咧又嚟咗呢個白博士啊，因為我之前咧嚟呢度做過去黑頭啦，體驗得好好，所以我今日咧又繼續嚟啦。咁啊，我送咗屋企人走咗之後咧，我而家就自己嚟咗華強北。Hello， 很久沒有見啦。對啊，今天不是很忙哦。对，这个点还好，他们都晚上。哦，上一次我來就滿人了。对，约晚上的人。哦，謝謝你。哎呀，是女孩子來的吧？对，是女孩子。好熱情啊！哇，好熱情啊，真的。熱情得很啊。賣奶的奶。啊，奶豆。哦，奶豆。哇，它真的好像牛奶哦，白色的。好。也要帮你先做个清洁吧，洗个脸，是有点晒斑、雀斑啊。哦。对，你看都是点状的嘛。对，有点皮膚有一點點敏感啊。是啊。有一點點紅血絲這裡。哦，對呀，你一看就知道了。是的，因為我們是有5年的老店啦。對。哦，你們這裡專門是做祛痘還是祛斑的？祛痘、祛斑，然後優這些黑頭、清潔補水都有的。哦，我上次就做了那個黑頭，很厲害。是吧？你老公是吧？我老公乾淨的不得了，那個臉。今天沒來是吧？你老公？他今天很忙啊，他現在夏天就比較忙一點。我自己過來。可以再來做一下，因為夏天油脂分泌比較多，黑頭也好，我回家跟他說一下，可以啊，看他有沒有興趣。嗯，可以，好嘞，一點啊。很厲害的真嘛。早就要。對你這個斑呢，是有點那個曬斑啊，加就是一個雀斑的一個，還有皮膚比較乾，可能產生的一個有一點點的老年斑，這裡一個。是我。還有這邊的，你看跟你有點點像的。哦，跟我的斑一樣。對。淡了很多。是的，做了，我自己也有做的。哦。因為我們每天都在分泌油脂啊，堵久了之後呢，它的毛孔的話就會越撐越大。我們每一個的話，這種儀器的話都會消毒的。我是白博士華強北店的店長。楊老師啊，我從事呢這個皮膚管理的話，已經有13年的時間了。我們這個門店呢，已經開了第5年了，所以也算是一個老店啊。你們這裡很多分店哦？對，我們全國都有店的啊。哦，對，對，挺多油脂的哦。最好是一個星期做一次的話會比較好。如果說太久，好多啊，好多啊，好恐怖啊，密密麻麻的。對，黑頭因為毛孔清乾淨之後呢，這個時候我們補水的話，就是會更深層，吸收力也會更好。哦。對，等下我們會用到這台儀器啊，幫你去做一個超聲波的一個導入。哦，就是這樣。對。滲透力。對，但是在我們臉上是感覺不到的啊，其實它滲透力是很強。就是能把這些精華滲透到你毛孔。對，只是看它的一個滲透力是非常強的。清潔了，然後就更加容易打。補水。今天做了這麼多補水，水分應該補足夠啦。對，1週1次還是很有必要的啊。這是一個美白補水的面膜，裡面的話含有玫瑰精華這些。
刚给你做的是我们一个去黑头加一个深层补水的，对，摇层卡的话就会便宜一點。我們美團上第一次到店有個新人體驗價，對，應該是每個人優惠不一樣，應該是200左右。美團上面呢就有特價套餐嘅，大家先喺美團度望一望啦，每個人補貼嘅價錢都唔同㗎。而我今次呢就218蚊嘅。有祛痘的呀，對，面部鉑金的。前面呢就係華新站嘅 B 出口，喺 B 出口之後入嚟，呢度係京東啊嘛。咁呢就係咁行過嚟啦。A 座白博士，你哋揾店長莉莉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呢，就嚟白博士揾莉莉啦。希望大家都多啲支持下佢啦。拜拜啊！下次再嚟看你啊！咁我今日嘅分享呢就到呢度啦，希望你哋都中意我今日嘅分享啦。大家記得點讚、分享、留言同訂閱我嘅頻道啊！多謝大家，拜拜。